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6月初2，诗篇25篇8节安尼讲：因为上主良善佮正直，伊要指示罪人行正路。三甲来祈祷，指示阮行正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赏赐阮真理活命，你用你的真理引带阮，互阮通行伫活命的道路，受你的教示，通得到你的拯救。因为你是拯救阮的上帝，主啊！求你纪念你的怜悯甲慈爱，因为这是你对古早就安尼对待人，主啊！愿感谢你，因为你也要安尼来对待阮。主啊，阮的心要仰望你，专心倚靠你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，阮有罪的人，常常得罪你，总是因为你是良善佮正直，你要指示阮行正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